大家好，歡迎你收聽今集分享。今次我想講一個簡單但係往往俾人忽略嘅主題，就係耐心聆聽同持續學習。你有冇試過朋友向你傾訴，但你心急答覆，反而錯過咗佢真正想講嘅嘢？又或者有人好用心咁想教你一樣新嘢，但係你以為自己識，結果連聽都未聽完就打斷對方。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好常見嘅情景。呢篇講稿就係由呢啲生活中嘅片段出發，提醒我哋聆聽唔係為咗答覆，而係為咗理解。學習唔係一時興起，而係一種態度。喺呢集入邊，我會同你分享一啲簡單但係非常有力嘅觀念，包括5個令你人際關係變得更好，同時幫你內在成長嘅小貼士。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更有智慧、更受人尊重、更識得溝通嘅人，希望你可以靜靜坐低。開始之前，如果你鍾意呢類型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我，訂閱頻道，開埋通知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之後嘅新內容啦。好啦，準備好就一齊聽落去啦。耐心聆聽同持續學習，成長之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，點解耐心聆聽同持續學習咁重要？平時同朋友傾偈，有時你可能會重複講啲嘢，但係朋友仍然會耐心聽你講。呢一份耐心唔單止係禮貌，更係一種重視，即係話俾你知，你嘅感受值得被聆聽。但係有時，當朋友想分享一啲有啟發性、充滿養分嘅知識時，你可能未聽完就急不及待話我聽過啦，我識㗎啦，無意之間打斷咗對方，唔單止錯失咗學習嘅機會，仲會令對方覺得唔被尊重，亦冇心機再分享落去。其實聆聽唔係一種被動，而係一種選擇，選擇打開耳仔道門去接受新嘢。每次傾偈，每本書，每段對話，其實都係一次自我提升嘅機會。只要我哋肯靜心去聽，就會發現原來世界仲有好多新觀點、新想法，甚至可能幫我哋重新認識自己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5個提醒自己保持耐心、聆聽同學習心態嘅小重點。第一，耐心聆聽係對朋友最大嘅尊重，用心聽對方講說話，代表你重視佢嘅感受同內心世界。第二，冇輕易打斷對方，就算你聽過，都應該俾佢有完整表達自己嘅空間，因為每一次分享都可能係你學習同成長嘅機會。第三，聆聽其實係一個雙向互動嘅學習過程，唔止對方得着，你自己都會慢慢進步，認識更多嘢，甚至認識自己。四，細心去聽，有時會發現啲新知識、新理念，可能啟發你去思考唔同角度，打開新世界。第五，耐心同細心唔單止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，更加會幫你變得更成熟、更有智慧。所以下次有人揾你傾偈時，記得放慢腳步，真心聽一聽。你可能會因為呢一份耐心而收穫到一段更深嘅連結，甚至一個新嘅自己。多謝你聽到最後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朋友，訂閱我哋頻道，
我哋下次再見啦。